哦。哦。有悲心、爱心、乃愿戒心、愿心、心。咱去救灾的这个情景吼，咱台南地人的时阵，咱嘛发挥着同胞爱去救灾，这是咱的品格意。好，神学生的品格意，咱这爱上的小朋友后壁参加咱的品格意的，有些小朋友呢都非常的欢喜吼，都有圣诞老公公。伫个活动的当中咧嘛，教了小朋友真侪对友谊的这个理论吼。因为圣诞老公公咧，今仔日咧，咱个台湾是慈悲咧，嘛是圣诞老公公，因为准备了真侪礼物要送大家哦，所以咱今日大家几乎安那通通有奖。这是咱的状元会考。3岁哦，迄个边仔个囡仔3岁，考3科中学，啊，咱的状元录，这是咱关田国小的读经班。咱这个老师甲咱讲咧，有下有定，死比修搁较有福啊，强无关顾心如比，是着以世无亲，你没有心开阔。今后之类是心安静无怨。这个老师讲咧，咱来补习，以心比修较福。关田国小的读经班。咱有真侪囡仔拢伫咧读经吼，因为读经对囡仔来讲咧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一件班吼。啊，这是咱爱上的这个读经班，爱上读经班，咱小朋友啊，生日呢都会来分享吼啊，给当作人大家小朋友分享吼，亲像一个弥勒家园同款，大家拢非常的欢喜。啊，咱的秘书长吼来甲伊敲状元录，读经会考状元录，可以邀请咱的市长赖清德嘛来甲咱。敲状元录吼，嘛是咱爱上的读经班。小朋友啊，小天使班的小朋友，嘛是咱读经班的小朋友。干跳舞啊，嘛是活动一下基础鼓吼，这是咱文理班吼，出游吼，你参访着咱别的特点。嘛是咱出游啊，咱台湾师带领着咱大家出去，吼，
正道院参访。老师带着大家做伙收办桌，嘛来做伙来，身体健康，做伙出去外口家族的行安尼好几代同堂大人囡仔、老人囡仔拢一起一起出游，一起同乐。所以讲各位浅显，咱伫这兄弟堂中，咱会有咱佛堂，不管爱上佛堂还是咱银河上堂，其实咱所开的范围非常的多。为囡仔，为到啥？为到咱老菩萨嘛，拢会当去。优秀小天使班也好，读经班也好，品格也好，因为囡仔细汉的时阵，自细汉就家己伊好潜意识内底种一粒佛的种子，迄粒佛的种子咧自细安尼慢慢来灌溉，后摆敢会当成长，敢会有？就是咱鸟老师在功课内一开始就甲讲着莲花，咱每一个人伫下迄个种子，迄个种子都以后的看到就是一蕊草非常大蕊、非常水的一粒莲花，所以咱都知影，咱的生活拢是做啥连带做嘛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一蕊的莲花，迄蕊莲花要甲压水，要互生出水，要甲施肥，要甲伊生到有够水、有够美丽，爱靠啥物啦？你种一粒花，一丛花伫遐，你无去压水施肥，伊才会大。伊就会安尼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迄蕊莲花是来靠咱家己去甲耕耘的，去甲灌溉、压水啊施，要甲压水施肥。现在咱讲啊，咱有运动班那个是来听班来学习，只要运动有任何活动，不管什么活动，咱就是出来，安尼就是咧甲咱迄个不能经济灌溉施肥，安尼迄蕊莲花会开到开到非常就是咱观世菩萨有无？人类莲花到温到水到大蕊到有，你会知影到安稳的咯。所以咱今仔日有叫到会，咱去是因为100块年度的一个一个讲习的一个课程活动。那么每年班嘛是对3月开始，3月开始嘛是拢第2个礼拜所以咱只要有班，咱就是出来运动。那么呢，都有咱有囡仔。老菩萨嘛好，囡仔咱拢甲带出来，因为咱有小天使班，嘛有青少年班，嘛有咱遮的，就是伫遮的智慧班，总共有3班，对囡仔到咱老菩萨，拢有班会当参与，都会当互咱接受着咱普讲普教真理的教育，安尼好无？所以后摆囡仔嘛拢来带出来，像少年囡仔读册的少年囡仔，伊爱来遮听着你，咱就讲有青少年班，有青少年班拢咧创啥？嘛是有一款活动算较动态，伊会感觉讲较有兴趣。所以咱嘛有青少年班，青少年班就是像国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，拢会当来青少年班。小天使班就是国小的，安尼。所以咱囡仔头全拢无，囡仔免烦恼讲囡仔无人看，爱插玩具，伊要插咧就是玩具去互插，伊插着咱遮就好啦。安尼敢是安尼？所以囡仔带出来免烦恼来，咱即摆来唱那个。看迄歌词，咱做伙唱有调剂呢，因为迄个歌词拢是咱这个老师的形象。那么咱征求讲一条调剂呢，应该都真熟悉。有啥物要志愿有要笑的无？有奖品哦。互我遮佫有奖品来，有啥物志愿的无？来举手。有无？拢无人举手无？